懂得把握，懂得反省，懂得改过，结果你还是搞砸了。你最近一直让我们失望，我跟爸爸讨论了很久，决定加强对你的管教。来，手机给我。为什么？照做。我会开启你的手机定位系统，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跟爸爸就可以追踪你每天的位置，以免你像上次那样又失联了，会让人家很担心的。不懂得自律的人，就让爸爸妈妈来帮你。妈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很少让你们担心吧？有必要这样子不信任我吗？而且这样我一点 privacy 都没有啊。Privacy，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论 privacy？ 你现在唯一的责任就是好好上学，好好回家。而且光光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知道你现在在很重要的时间点哎。为我好？你们有问过我想要什么吗？你根本就是要我成为第二个你。第二个我，就凭你现在这个德性，对自己这么低的要求，再给你10年20年，你也做不到。就算做到又能怎么样？ You better watch your mouth, young man。好了，广光，你不要再跟爸爸唱反调了。不过就是装个定位系统嘛。好了，来，回房间读书。你去哪？我去便利商店，反正你们都可以检查。天气这么冷，为什么没穿外套啊？怎么了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我只想找人说说话。来啦，你说。越来越讨厌这个家，越来越讨厌我爸，真的有种快要受不了的感觉。他们只在意我的成绩，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现在还在我手机上装定位。他们可能只是担心你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可以第一个时间找到你啊。不是，你不懂。我现在反而觉得我跟他距离越来越远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话跟他们说呢？你是唯一听我说这些话的人。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你还跟我说怎么做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帮你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要不要像我这样的爸爸？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要哭了。是了。好，先暂停一下。vocal 地方怎么都没出来？起账。去哪里？去你家。你还好吧？抱歉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来，好了，我们继续吧。小萍姐，
怎么了？学起这种小朋友在干嘛？没事啊。没事，我都还没有问你有没有事，你就说没事，你一定有事啊。我们还没有分享今天发生什么事哎。今天还好吗？乐团还好吗？还好啦。新朋友呢？没事啦，还好，都很好。啊，没事就好。睡觉。去睡觉吧。哎，赶快睡觉啦。行行吗？有什么事情赶快睡一睡。你知道你有事情可以跟我说吧？知道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睡吧。晚安，love you。 Me too。